昨天又下了一晚上雪，今天把这个前2天储存牛大骨煮了它，把它开锯。草原上冬天下雪了，现在都零下30多度，只有每天吃肉才能保暖身子。全是骨水，今家煮肉吃，皮骨肉才好吃呢，有肉有骨髓。大骨下锅，加点草原生精水。来根葱，来把家乡大点盐，盖上锅盖，煮上2小时，一会儿就有肉吃了。